从四川成都出发到海口，我们一行12个人，3辆车跨越1800公里，中途吃过泡面，享受着沿途的风景，目睹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山山而川，人生海海，只为享受生活的非比寻常。清晨咸咸的海风，孤独的钓鱼翁，也彰显着这座沿海城市的独特风情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白云万里，前行的路上几多期许。一行10几人，面对巨大的游轮，也是久久不肯上去。可能这就是好奇的力量吧。我们这次出行的目的是为了来海口收凤梨，这次还是我亲自操作，从果地收果采摘到库房打包发货，每一个环节都由我亲力亲为。起初我以为它是菠萝，但我真正吃过之后，我才知道它和菠萝是有区别的。不拉嘴不上火，果味十足，收到的果变红以后，口感能达到9甜1酸。这座城市太热了，街边上泡盐水的菠萝和我们的凤梨口感有着天壤之别。亲爱的你们，来一单尝尝吧，你个嘚嘚！我们3兄弟诚心诚意将全国的农副产品分享给你们。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，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。